来看较轻松的新闻，暑假要煞，中部龙园把最后一个黄金周末推出真济优惠，要吸引到亲子来同乐。除了消费若满额送这个演唱会门票以外，阁有这个机会留这个机票，甲几万块价值的大房券。啊，受到疫情影响，去年停办的台中这个石景啊，热气球的嘉年华。 今仔日起连续办4天，即摆总共50热气球，包括上个热门的加菲猫的热气球，有真个乡亲透早就赶到现场去体验。 天清日明，冰凉水为顶悬冲出来，互规个人透心凉。民众排队等你耍飘飘河，像热热上要上机。台中这间乐园，乃是消费累积满3000块，直接送原主少年演唱会门票，成少年学生。另外，各路补助平常时门票拍3折，8个礼拜12岁以下囡仔配一个大人入场，囡仔会当买门票。8月27号。 特别加码了原子少年的演唱会，就希望呢让游客有一个难忘又惊喜的暑假。各地乐园拢来抢热热上尾4天上机，云林乐园8个礼拜门票拍56折，499；平常时也搁俗，门票拍3折，269。住伫中华南投云林家己乡亲，搁送冰淇淋。8月生日买门票，嘛讲299。欢迎大家赶快趁着暑假最后的10天来玩水、玩泡泡。市区的除了乐园，搁有热气球，免到台中嘛有。在咧球内底加小空气，会碰大，互民众做期待飞上天。因为地质大4点就起来了，4点。加上去的时候脚有点软软，风景还蛮不错的。这是台中石冈热气球嘉年华，受到疫情影响，去年停办1年。今年连续4天抢热热上尾时间，现场有5粒热气球，其中上事行就是加飞鸟热气球。工作人员用锁固定热气球，互民众定点升降。石冈热气球嘉年华5分钟500，互民众飞在天顶，享受山城美丽风景。来筹办这个热气球，希望带动台中的运动、观光、休闲旅游。热热假期特别结束，乐园的优惠加真多。上尾一个礼拜，家长就来紧带囡仔游山玩水，留下回忆。我是林依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